你真这么想做这件事？儿子只是觉得，这么大的事情却假手他人，日后阿玛就是当上了皇帝，儿子也会觉得脸上无光。没想到你竟有这等生明之虑。阿玛，你准许儿子去做了？宫里头那件事，我安排的人还没有做，是因为我还没让他做。一旦有我敕命，他立刻便会去做，而且一定能做成。至于为什么我不准你去做，原因很简单，我绝不准我的嫡亲儿子孤身犯险。可是阿玛，此事不容在意。你或许还有一事不理解阿玛，我为何不把宫中卧底秘密联络的事交付于你？很危险。毕竟你才是我的亲生儿子，最重要的事情，我至少让你知道。啊，那我今日就告诉你，凡事需未雨绸缪。在你流落他乡、尚未归来之前，阿玛就在开始筹划这件事情，所以与宫中联络之事就交给了别人。这你应该知道，如此大的事情，一定要单线联系。知道的人多了，那就不成为机密了。这是一层，还有一层，却是反着说。若是有两人知道宫中卧底的身份，一旦此人被皇上发觉，甚至被皇上捕获，那么究竟是谁向皇上走漏了风声，我就查不清楚了。相反，若是单线联络，却也走漏了风声，阿玛就很容易判断，这个联络人定是皇上派在阿玛身边的细作。陈儿，阿玛说的这个意思，你懂吗？阿玛，儿子明白了。是。哎呦，稀客，您请。怎么着？别人能来，我就不能来是吧？瞧您说的，您是小的请都请不来的贵客呀！您是王爷身边最要紧的大管家，您能光临小的这小书房，哎呦，我这是在哪儿积下的福分哦！行了，这上家一张嘴啊，那死人都能让你给说活了。啊，对了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家王爷有时候也想弄点善本的书，你以后有了什么稀罕的，也想着点王爷。哎呦，小的就说嘛，您不来是不来，来了，小的就有了大买卖。那总得看看你弄的玩意儿好不好啊？是。哎，对了，今儿个我看见呢，我家小爷的侧福晋拿着一套书回府，那书是从你这儿弄的吧？啊，可不是，贝勒爷要的书啊，大都是侧福晋来取。可那侧福晋还没走呢，怎么我们家的小爷倒先从你这儿出来了呢？哎呦，这今儿个还真是巧了。小的今儿个是先在外头见着了贝勒爷，就把新书到了的事情先说给了贝勒爷。谁知道后来又见着了侧福晋，同样的话又说给了他。小的以为人家两口子总会互通消息，这来取书的不是贝勒爷就是侧福晋。这谁知道人家还没见着面，侧福晋就先来取书了。紧跟着这贝勒爷后脚就到了，到后来倒是贝勒爷先回去了，说是京城里来了贵客，要招待他们，所以最终拿着书回府的倒是侧福晋。大管家看到的，大概正好就是这会儿吧。可不是嘛，你这不说啊，我还真有点疑惑了。
怎么就为了这一套书，这两口子这前后脚的到你这儿来？可不是嘛，这等事儿啊，还真是巧了，想编排都编排不出来。即使乏了，就睡下好了。啊，不乏，不用睡。真的，我还是头一回跟你一起坐轿子。上回来郑家庄，是送枕霞妹妹大婚。跟我一起坐轿子的是林妹妹。我知道，是老祖宗特意指派的，一定要你和平儿一起送亲。可今日一起坐着轿子的，不是我和林妹妹，而是我和你。宝琴，宝琴，我还能不知道你？我知道，在你心里头，哪个更有分量？我很明白的。可你，在我的心里到底是个冤家，我可怕你怎么办呢？要叫我说呀，姑娘也就别再想着他了，想也是瞎操心。这天都黑了好一会儿了，人家怕是在那边饭也吃了，就睡在那边也说不定。胡说！他今日刚从南边回来，晚间又要睡在外头，哪有这种道理？这是有道理没道理的事儿吗？反正有薛姑娘陪着他，倒也不会有什么事儿。是啊。有薛姑娘陪着他，我还操什么心？姑娘说什么呢？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姑娘回来了，说清楚哪个回来了？姑娘不是说让我在园子外头守着吗？我看到了秦二爷和薛姑娘都回来了，这才进了园子。哎，姑娘，姑娘，都抬脚进大门了啊！哎，好了。姑娘，你看，二爷回来了。二爷回来了，二爷回来了，二爷回来了。落轿。二爷，二爷呢？二爷，里面呢？哎，您慢点。哟，这都睡迷糊了。二爷，怎么困成这样啊？他又喝了点酒。这点酒不算什么，我没睡，我能自己走，没睡。姐姐有劳你了，您这是要回东花园？不，我去恒无院，让他好好睡一觉。我走了，您慢走。来吧，快点，伺候二爷休息了。这恒无院清整好了，薛姑娘又住进去了。这就走了，不进去瞅瞅秦二爷了。他睡了，我能瞅见他，他瞅不见我。姑娘，这说的什么话呀？眼里有，是因为心里有；心里有，不见也见；心里没有，见也不见。姑娘又在打禅语。往日不见，人在天涯，
今日不见，近在咫尺，咫尺天涯，不可同日而语。斯人不见，却又如何揣摩？行了，揣摩揣摩，什么事儿姑娘都在心里头翻腾。今晚怕是又不能入睡了。小爷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听着，阿玛依然对我有所疑心。真的？怎么回事啊？他不仅没有应允让我帮着宫里的那个内鬼办事，而且他看出来我急于知道那个内鬼是谁。不过我始终打着为阿玛办事的旗号，所以他虽说有疑心，手里却没有我的把柄。那你也要小心，以后千万不要出头。若是让他知晓了真相，他会千刀万剐了你。我知道。这下又是师出无功，下面该怎么办呢？虽说师出无功，却也让我知道了一件事情，就是这个宫中的内鬼，如果要动手，一定要接到王爷的敕令。也就是说，那内鬼在等王爷的密令才会动手。对。既然咱们查不出那个内鬼是谁，我们也就只好等着王爷什么时候发出密令。可咱们也不能整天盯着王爷。你说的没错，如果王爷真的下了密令，可王爷也需要一个能够帮他传令的人。王爷反复强调，他与宫中的内鬼是单线联系，那么就是说，这个联络人便只有一个人。可这个人是谁呢？来，我估摸着，就是大管家送信的，一定就是他。王爷最信任的人，其实在王府里只有一个，就是这位始终跟在王爷身边生死与共的大管家。咱们也不能总跟着他呀。咱们不用跟着。可他一旦走出郑家庄，那就很有可能是去传达王爷的密令，而走出郑家庄到京城去，必得走过王府大门外的那条街，必须得经过善本书房。你的意思是派人在善本书房盯着？对，要有专人盯着，最好派3个人，整天轮流的盯着，一刻也不能放松。好，我立刻去布置。哎，还有，要告诉王善本，准备几匹快马，一旦发现大管家出庄，不仅要立刻跟上，还要能够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宫中，阻止他们的行动。去善本书房了？是的。劳而无功？是啊。或许是奴才我多疑了。现在是无风3尺浪，有风浪天高。凡事有所怀疑，总是不会有大错的。再说，我们要做的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，凡事多一个心眼儿，便更加是对的。以后陈儿做的事情，你都要告诉我。王爷的意思是要奴才监视小爷？监视这2字我可没说。那他是我亲生儿子。是。再怎么说，我对他还是信任的。可他毕竟年轻，做事情容易失分寸，又流落在外多年，不在我身边。我知道他的事情多一些，一时也好提醒提醒他。你知道的，我是既当爹又当娘啊。奴才明白，奴才愿意为王爷多分忧愁。
哎呦，赵大人，赵大人呢？哎呦喂，真是对不住啊，让赵大人您久等了。哎呀，不敢，有劳福翁了。哎，坐啊！哎呀，是这么回事啊！这个贤德妃呀，今日身子有所不适。怎么？可要紧？哎，不要紧。这御医瞧了，说是要静养。我呢，这就为难了。这赵大人，这要见贤德妃的画儿，我这传，还是不传呢？哎呦，真是难为福翁喽！哎，别，您猜怎么着？我还是传了。贤德妃想了想啊，他这么跟奴才说的，倒不是家父来了做女儿的不能见，而是我猜度着家父要问的事情呢，我答不上来。这么着吧，我去啊，请示一下皇上，看看皇上是怎么说的。赵大人啊，这贤德妃啊，他可就是这么跟我说的，我可是一个字儿都没走样。那颖儿她真的去见皇上了？见了。您猜怎么着？赵大人呐，您可真有福气，皇上这就要召见赵大人。哎呀，真是我主隆恩啊！福翁啊，谢谢你，真是多谢了。不必客气，赵大人。哎，咱们这就走吧。好。赵大人啊，这虽然说是内事，可是我呀，也就只能送到这儿了。有劳福翁，福翁请便。请便。啊，赵大人，皇上这就召见赵大人，请。好。请。请。禀皇上，赵大人到。请。好。奴才赵府叩见皇上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你要问的事儿，让朕很为难。其一，李亲王府有无私自购买西洋军火的特权？如若无有，朕是否曾予恩准？皇上知道此事，大清境内之事，朕无一不知，无一不晓。是。皇上圣明。其二，藏匿李家罪产，朕的板子先打了顺公府的屁股，放过了辅公府。对此朕说过，你要能体察朕的苦心。奴才深感皇恩浩大。还有李亲王府一再笼络于你，你与京师四大家族，应该如何与李亲王府交往，才算是得体？你好好考虑。若是不能体察朕的苦心，恐怕就会失去了忠心。奴才叩请皇上圣谕。朕发一道圣谕，要你这样做那样做。朕表明圣意。可你若是不明就里，无法深切体察朕的苦心和用心，那事情还是办不好。该言之，在朕的良苦用心之后，有许多不能言之事。这是在李家罪产事发后，朕始终踌躇之处。然今日贤德妃哀求于朕，请朕把这些不能言、不忍言、不便言之事，多多少少告诉你一些。
以免你走错一步，殃及你的家族。而京师4大家族，赵、李、王、薛，一损俱损，一荣俱荣，朕以身之言，所以思虑再三，朕谕你去见朕的16叔。庄亲王爷，朕会告诉16叔，请他在早朝后在府上召见于你。你去吧。奴才谢主隆恩。妹妹，妹妹，秦二爷啊，真是邪门了！秦二爷这么一大早就来了，我家姑娘却是一大早就出去了。啊，李妹妹不在啊？我问她为什么这么早就出去，她不理我；我问她到哪儿去，她也不理我，就这么一声不吭的走了。你说邪门不邪门？你不知道她去哪儿了？不知道。哎呦，这总得有个去的方向，朝哪边走了？给我指指。哎，你来。啊？他就往那边去了。哎呦，这可难猜了。那边有山有水，有大嫂子和兰儿的家，秋谢秋华姐姐住的地方，有凹溪馆和凸壁山庄。我知道了，恒芜苑。薛姐姐回来住了，林妹妹一定是去看她了。哎，你快回去吧，我去那边去。哎，秦二爷，还真是个无事忙。主子，林姑娘来了。我就知道，你准定来兴师问罪。我一个人来的，兴的什么事？你若是没做什么错的事，我又凭什么来问？我真没罪，薛姐姐能有什么罪啊？老爷一回来就得了重用，到郑家庄去为老爷办事了，这是多大的功劳啊！哪个敢说是罪过？就是这个了。不是我一个人去的，宝琴也去了，几乎小半年没见面，一回来不是跟他的林妹妹在一起说话，倒和我整天在一起，一个轿子出去，一个轿子回来。老天爷啊，我这不是罪过，又是什么？薛姐姐说的这个，我倒还真是没有想过。宝琴她要跟谁一起出去，不是她自个儿能做主的。即便她自个儿能做主，我也是管不着的。我不过是来问问，既是去了郑家庄，一定见到了枕霞妹子，她怎么样？哦，妹妹原来不是问宝琴的事儿，倒是问别人。这么说，是我小心眼了，以为妹妹只问私情，不料有颗博爱的心呢。姐姐遇事惯会拔高，不过随便问问，哪就那么高尚了？比如我，若是最好的朋友，好久没见了，准定先问问他的安生冷暖，是不是瘦了，或者竟是胖了。出去那么久，就没给我带回什么我喜欢的东西吗？若是带来了，那就说明，即便他不在我身边，心里总还是想着我的。可若是什么都没有带，虽然我嘴上不会说什么，可是心里头总归不高兴。这还不算什么，若是他不但没带东西给我，反倒带了些有念想的东西给了别人，这是
给你的。怎么会呀？那是我自己的，快还给我！我就知道，又是什么金啊玉呀的。哎呀，坏了，我真是该死！不知道妹妹原是禁不住这么逗弄的。你是在逗弄我？你也不瞅瞅，这金钗我都用了多久了，这里都露白了，岂能是她送给我的？好啊，薛姐姐，没想到你会变得这么坏。没想到的是我，就那么一句话，你就现了原形。哎呀，你要是再这么耍我，看我可不饶你！嘿，可让我抓住你们了。宝琴，好妹妹，昨儿一天不得闲，今儿一大早去找你，没想到你跑到这儿了。你快松开！啊，我买了好多东西给你呢。你可真是的，平白的让人家笑话。哎，我这哪是笑话你，我这是羡慕你。昨儿个溜溜的一天，我和你的秦哥哥在一起，他就没说过有丁点的好东西送给我。有的，我是有好东西要送给姐姐的，还没得闲说呢。呸，一整天没得闲，鬼才信呢。薛姐姐，你知道宝琴大大咧咧的，她准定带了礼物给你。我就知道你会向着她，到底是两口子。哎，薛姐姐，你怎么这么口无遮拦的说？我不管，你要赶紧给我认个错。我可没说错，我不过说的早几日罢了，反正是老祖宗定下的早晚的事儿。哎，好妹妹，别急。二爷，明烟，是老爷，让您快去呢，都等急了。什么事儿这么急啊？今儿都不让我得闲啊！我也不知道，轿子都备好了，二爷您快去吧。唉，那我先去了。哎，走。没事的，你先去。我看啊，他倒不会有事儿，倒是你有事儿。我有什么事儿？一个姑娘家，遇事这么沉不住气。我刚才不过逗弄你一下，你就真的来抢我的金钗，就要传出去，羞不羞啊你？啊，薛姐姐，好姐姐，千万别给我传出去，我求你了。那就看你怎么做了。我一定会好好做的，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，好不好？啊？父亲，去见庄亲王爷，儿子也要跟着去啊。今天这个机会，殊是难得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这个家你早晚要撑起来。皇室啊，王府啊，官衙呀，都要有些人脉，遇事才好疏通。今日能夜见庄亲王爷，还是皇上给搭的桥。以往，咱们跟庄亲王爷没什么交往啊。朝野内外，人人都想与庄王府交往，可人人都巴结不上。啊，可以这么说，在大清朝，庄亲王爷仅在皇上一人之下。真的？他真有这么大权力呢？权力大小，有时候还真是不好说。庄亲王爷是当今皇上的16叔，你说这算是多大权力啊？当年圣祖康熙爷与杨儒交往，学得许多西洋学问，只传授给了16子，就是庄亲王。后来康熙爷很喜欢当今皇上，那时他还只有10来岁，抚养在身边。没事的时候，就让他的16子把那些西洋学问传授给他的这个皇孙。这就是说，庄亲王爷还是当今皇上的老师，一个皇上的亲叔，一个皇上的老师。这2个头衔，哪一个都要比他那个领军机大臣的权力还要强些。赵大人，请。
请二爷，请。王爷有令，赵府父子后院相见。哟，王爷改主意了。哎，请吧。好，请。哎呀，爷爷好神，爷爷好神剑啊！就是啊，这算什么？你们若是见过14爷的剑法啊，那才当着一个神字。是吧？来了。哦，快请！奴才赵府赵宝琴给王爷请安，请起。这就是那个贤育而生的宝琴吧？哎，是，正是犬子。听皇上说你很聪明，诗文尤其好。禀王爷，皇上的夸奖，晚辈不敢当。学的都是些杂学，于正途无甚益处。哎，也不好这么说。当年，圣祖康熙爷亲自教我西洋学问，也是与科举无缘的。可我看倒是有些用处啊。王爷乃是博采天下之学，为我大清所用啊。这么说倒是冠冕堂皇啊。虽说乃清平盛世，文武亦不可偏废啊。你呀，就在这儿跟我的几个孙儿一起玩玩。我和令尊到那边清闲清闲。好啊，好啊。是。好啊，咱们各玩各的啊。请。啊，你看看。哎，来，给我个剑，我看你来试试。赵大人，皇上要我跟你谈的事儿，原本除了皇上自家人，再不与外人道。可今日朝见之后，皇上说你是贤德妃的父亲，你自然就是家里人。啊，皇上恩德天高海深。皇上要我与你谈的，既是与洪熙有关，我倒想先听听你都知道些什么，我再侧重跟你讲些你不知道的事情。啊，奴才所知不过皆谈相议。哦，这个好，我呀倒是很想听听，讲吧。可这啊，放心，他们都是聋哑。啊，其实奴才要说的，恐怕王爷早已知悉。乡野街巷的传闻，多是捕风捉影，就是有些实况，怕也口口相传，夸大了许多。哎呀，我就是想知道，人们都捕到了哪丝风，捉到了哪些影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都传了些什么啊？来，请，请。前些日子，家母不幸离世，奴才扶柩南下安陵。这一路往返，听到的几乎全是这些。一是当今皇帝的父皇，传言者皆大不敬啊！一口一个雍正皇帝，说他的皇位不是圣祖康熙爷传给他的，而是他从自家兄弟手里篡夺的。对此事最知情的是圣祖康熙爷所册立的太子爷，还有雍正皇帝的8弟，还有9弟，和与他一母所生的14弟。所以他一当上皇帝，就把这3个亲兄弟全都给杀了。传言都是传言。啊，这边请。请坐。那些街谈巷议啊，全都是真的。真的？坐下。坐。哎呀，民间传说自然多是传奇，可在这件事上，
大体都是实情。我那个四哥呀，就是雍正皇帝。他登基之后杀兄弑弟，就为堵住天下人的汹汹之口啊！他自以为做的天衣无缝，可他毕竟不能杀尽所有知情人呐。可这些人都是有嘴的。雍正皇帝活着的时候，他们怕不敢说；可雍正皇帝死了以后，他们怕什么？所以你听到的传闻都是从他们的嘴里传出来的。所以呀，大多是真相。王爷所言，自是真相无疑。然而，此真相所关涉者，乃当今皇上之父皇。奴才罪该万死，不敢与闻。哎呀，来，起来。别紧张，啊。来，拿着。好。方才所言只是个由头罢了，可是没想到啊，就是我那个弑杀的四哥，他突然之间生出了恐惧啊。先皇也会害怕吗？他怕得要死，做噩梦，梦见二阿哥，就是康熙爷两立两废的太子，在梦里追杀他，向他索命。拿命来！你还我命来！救命！拿命来！救命！这样的梦啊，他每天晚上都要做，终于吓坏了他。当年在他的众兄弟中，他最信任的是我。有一天呢，他召见我，把他的梦境告诉了我，说太子阿哥，他变成了一个水鬼，向他索命。他因此要为太子阿哥在海宁建庙，封太子阿哥为海神。那庙建了？我亲自去建的，可后来还是做梦，只是厉鬼变成了他亲封的海神。四弟，皇位是篡夺我的，还我的皇位来！还我的皇位来！噩梦中，太子阿哥向他索要被他篡夺的皇位。这时候呢，太子阿哥已经死了，就算四哥愿意把皇位还给太子阿哥，亦无可能啊。不过圣祖康熙爷的嫡长孙弘皙还在。此前呢，他已经把弘皙软禁在宗人府，并查抄了郑家庄的李亲王府。弘皙的家人或被发卖，或者是逃跑了。总之，这位圣祖康熙爷的嫡长孙弘皙已经是家破人亡了。